朝帝女呢，為和好想知道。當長平公主見到有香居逆嫁嘅時候，佢是否以百敗之身喜從天國啊？歷史上雖無體恤前朝帝女之君，但又解要賣弄前輩之主，難怪公主見向佢驚喜交集。此話怎解？冇錯，公主所喜者乃是福從天國，所驚者乃是驚皇上借帝女之花沽名釣譽，騙取民安。周駙馬想國有福面，一錢之力，我有喜蒙安穩之策啊！小小一個帝女，從不過百斤，能有多大力量啊？我唯信一杯之水不能分潤天下萬民，這帝女之花可以將全國為民收復。公主雖然弱質纖纖，年方16，若果論佢嘅權衡輕重啊，可以抵得你10萬之高。佢1000對眼望住你，10000對眼望住你，我係叫你帶我嚟享福㗎，唔係叫你帶我到斷頭台上。駙馬爺，咁神一時之言為你殺身之禍，仲算你不了我提攜之義，前往前面白髮蒼蒼啊！周駙馬。言中有千斤重，好在我有容人可量，未能衡量。殿前有百丈風啊，王爺，你可知後有刀光龍虎將？係安危禍福憑雨降，勸君
莫惹全台浪，莫向陰司的驕傲上，有心欲把紅鸞幫，誰知忘錯你個笑臉重千斤人命輕三兩，縱是有心毀碎妻離安，雖防寶殿有高床，一命難消故國仇，反為了300為神繁華三日散，一杯心血。知七號打野，神不可佔啊！君事父不能居，女夜後此乃門你當出紀念帝。何不念先帝遺骸，尚記在殘都未入皇陵嘅莊，帝女中堪憐，太子事前情不得用，問請帝何謂？眾女博言浪神，帝一慈悲人間話先安全台風，後息再尋人，然後這百拜的入咗朝，於馬共佢良紅。